店的新市区农会设立着小食的专区，农民提供着无正水、较歹卖蔬菜甲水果，以市面上一般的计数来贩卖，所卖钱就来寄付弱势团体，或者个有欠点的菜色水果，嘛会当做爱心。行政院农委会为了推动小食专区的计划，目前伫全国5个专区中，台南新市区农会这是南部唯参加的农会，并且伫农会农友直销站设一个专区，逐工由青农免费提供一寡较无遐水的青菜甲水果，以市面上一般的计数来卖。我们觉得应该要来做一个食材珍惜，让消费者可以来去做选购。参加小食专区的青农表示讲，较早较歹的青菜甲水果，拢会做加工品，也是拍掉。即卖有小食专区了后，会使增加消费者对食材认同，嘛较袂拍酸食材。可以把那些还可以食用的地瓜，只是不是厂商要的规格，然后我们把它收集起来，来我们农会这边贩售。新市区农会表示讲，专区的收入会摕来关乎弱势团体，和大家爱心甲珍惜食材行动，拢传出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